咱台湾的查甫人过去真侪拢会为着要顾家庭，甲头路死掉。劳动部对今年开始就推动妇女再就业的计划，鼓励一寡是头路超过180天的妇女朋友，佮倒转去做工课，会当领到3万块的奖励金。另外，也佮会当去申请自主精进专业技能，若是完成训练，也佮有上济3万块的奖金。 民国80几年出世的钟淑婷，3冬前因为生囝死头路，后手就专心伫厝里顾囡仔。这3冬来，拢靠因翁一份收入负担家庭经济。也毋过最近看到劳动部推出妇女再就业计划，互伊顺利找到离厝里较近、上班时间会当配合的工课，也领到再就业奖励金3万块。额外可以多领3万元的补助金，可以让家庭 经济宽松一点，一天的工时可能是适合半天或者是几个小时，然后固定的时间，然后呢由需要上班的这些妇女呢，那我们来配合他们的时间来做一个班别的调整。 云林水拿有食品工厂表示，因为因所在较压贴，劳动人力本地就较欠缺，也毋过借着劳动部推出妇女再就业的计划，逐个月提供3000块奖励金，鼓励业者调整工时，也互人力的调配更较有春秋。另外，买当以自身专业技能自主训练，奖励金上悬同款会当领到3万。自主训练奖励措施就是鼓励因家庭因素退出劳动力市场180天以上的妇女朋友。 透过自主训练经济专业技能，经核准并完成训练后，最高可以领取3万元。劳法所温家南分署表示，为着鼓励妇女搁再就业，劳动部对112年9月开始推动妇女再就业奖励措施，到113年年底已经帮助38000多的妇女就业，预计114年至117年会当搁再增加14万的妇女重新登去上班。公司新闻，云林报道。